太久没有听到小朋友跟我一起打招呼了，真的很想念你们欸。本来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回来一起做礼拜了，可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要一直在家里看线上的转播，一起做礼拜。所以小朋友不要忘记咯，接下来每个礼拜天的早上，我们还是要在家里观赏这样子的线上直播。那小朋友，你们可以把礼拜的情形，还有做作业的情形赖给老师，这样子我们也可以一起做影片。上礼拜你有看到吗？有没有看到你在上面呢？只要你把它寄给老师，我们一起做整理之后，小朋友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上面看到你咯，可以看到大家一起跟神的回应的状况。好，那还有一件事，下礼拜是母亲节，你有想到要怎样对你的妈妈、对照顾你的人表达心意呢？仔细想一想哦，还有1个礼拜的时间，你可以赶快想一想，是做一张卡片呢，还是要唱一首歌，还是要写上什么？说出一些感恩的话。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做礼拜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段时间，虽然世界的疫情有严重，也有慢慢的消退的，但是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是非常幸福。也谢谢大家一起的努力，有戴好口罩，有洗手，有多喝水，都有做好自己的管理，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地方。谢谢上帝爸爸。现在我们要一起做礼拜，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个小朋友，在每个礼拜天早上都能够准时在线上一起观赏、一起直播、一起做礼拜。求你保守我们这一段时间都能够专心的、认真的在你面前学习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深入我们每个小朋友的心，然后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榜样。求你带领保守我们每位小朋友，这样子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宣召他们因着信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有人忍受严刑，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希伯来书11章33到35节。小朋友大家平安，咱今仔日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耶稣听我知命，因为记在地圣经。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的救有体恤。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因记在地圣经。耶稣听我知命。因为记在地圣经，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的救有体恤。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地圣经。我做耶稣的羊羔。我做耶稣的羊羔，我才欢喜无烦恼。耶稣听我，耶稣捌我，每项好去是伊予我，大日过我拢无离，伊也捌我的名字。我做耶稣的羊羔，我才欢喜无烦恼。耶稣听我，耶稣捌我，每项好去是伊予我，大日过我拢无离。伊呀，叫自己的名字。清晨的圣来，照耀阴霾好，踩着one two three，吹着。
晨地上来，照耀in my heart， 踩着 one two three， 吹着哆来咪，快乐 and my home， 世界无了咪 ，Don't worry be happy， 烦恼快乐 go go go， 害怕 get out please， 忧愁 let it go， 我是 happy kid， 要你 come to play。Easy dancing all around， 烦恼快乐 go go go， 害怕 get out please， 忧愁 let it go， 我是 happy kid， 要你 come to play。Easy dancing all around， Easy dancing all around。好，我们先请钢琴帮我们弹哦。我的心心若不定，伊要牵我手，世事无几地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呼叫，伊要牵我手。罐子，哈。不要拿真的玻璃杯来打或瓷的杯子哦，那会很危险哦。好，我们现在哦，我们看要怎么打哦。拍拍打，拍拍打，拍拍打打打，拍拿放。再一次哦，拍拍右手，拍拍左手，拍拍右左右，拍拿放。你可以找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大家都一起来玩，好不好？好，我们再一次哦，预备起，拍拍打，拍拍打，拍拍打打打，拍拿放，这样会吗？好，我们现在请我们那个钢琴老师帮我们从头来咯。因为耶稣听我呼叫，伊要牵我手。哦，这样好像有一点太简单，对不对？好，那我们等一下伊要牵我手的时，我们就要把杯子交给别人。哇，你这边好远哦，所以我们是不是好坐这里可以吗？你如果坐这里，好，我们试试看哦。好，预备，来，从头喽，预备，请钢琴老师开始。我的心心拿不定，伊要牵我手，世事无几地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呼叫，伊要牵我手。换给别人，我的心心哪会定，伊要牵我手。世事无几地要赢，伊要牵我手。开始要换哦，伊要牵我手，
因为耶稣听我祷告，以为看我求。嘿，你也可以左边，也可以右边，可以请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一起来玩哦，因为我们现在也不方便到外面去，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玩，好不好？回家练习哦，哈。好，现在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上，我们把我们的手合起来，我们要来唱奉献歌。好，小朋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堂的主，阮感谢你今仔日带阮做伙来敬拜。主耶稣，阮会当通过即摆的科技，阮知影，阮无看到阿姨、阿姐，也是阮的朋友、好朋友，阮的阿嬷、阿公，拢做伙甲阮来敬拜。因为安尼，互阮搁较明白。阮虽然看袂到你，毋过我知影你甲阮伫地，你甲阮做伙。阮有时忧伤，阮讲袂出阮的烦恼，毋过阮知影你有安尼教阮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国权营阳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孩子们平安。在学习今天的信息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感谢天父，谢谢你在这个全球都遭受新冠疫情影响之下，让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借着网络收看的方式来亲近你。求主保守，让我们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学习你的样式，来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带领。孩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孩子，在学习之前，我们先来念今天的经文。第一个地方在马太福音10章1到8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分类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地方，它记载在使徒行传1章12到14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分类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以上这2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
那我们来看今天要记的金句是，它在希伯来书11章33到35节。他们因着信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有人忍受严刑，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这个金句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孩子，当我们向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会受到别人的拒绝、误会，甚至他会批评耶稣。虽然这些看来都是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勇敢为主传福音，不放弃，这样的信心就是来自对神永生盼望的信心哦。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哪一个使徒呢？好，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耶稣的第9位门徒小雅各。你曾经在班上有没有遇到同名同姓的同学呢？在我小时候，就是老师啊，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从小的时候读书到长大工作，我常常都会遇到和我同名的人，所以我们班上常常都会有2位都叫王心怡。那同学和同事，他们有时候为了要区别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照我们的身高，或是照我们的年龄来称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会被叫大心怡，或者有时候我会被叫小心怡。那你们还记得吗？之前严邦老师有说过，耶稣的12个使徒里面有2个也是同名的，一个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也是约翰的哥哥，他们兄弟俩都是渔夫，他们和另一对兄弟彼得还有安德烈的职业是相同的。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第2个雅各，就是亚勒腓的儿子雅各。那为了区别西比泰的儿子雅各，所以我们就称今天的这位雅各就是叫小雅各。小雅各呢，可能是因为他年纪比较轻，或者是他的身材比较矮小，所以就做这样的区别。那在圣经里面呢，对小雅各的事迹他也记载的很少，他不像彼得、约翰还有另外一个雅各这样常常被提到，他总是有不为人知，他就是这样默默的付出，然后默默的跟随在主的身边。那非常巧合，小雅各的妈妈她也叫做玛利亚。那我们都知道耶稣的母亲也叫玛利亚，他们竟然同名耶。那就在这一天，当耶稣他背着十字架要前往这个刑场的时候，小雅各的妈妈玛利亚却在后面一路的跟随耶稣。他对耶稣的爱可以从这些关心还有不舍的动作感受出来。小雅各的妈妈玛利亚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她是一位默默爱主服侍主的妇女，她陪伴耶稣到底，最后到耶稣断了气，她都默默的守在身边哦。特别是主耶稣死后复活的那一个早上，小雅各的妈妈玛利亚还带着香膏要去膏抹主耶稣的身体，所以他对主的表现很重要。他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深深的影响他的儿子小雅各。后来他们母子2个人不单是默默的跟随主，而且他们是同心同步的跟随主，他们用他们的行动活出许多很美丽的见证哦。那平时我们讲到小雅各，因为他是主耶稣的使徒，所以他也经常和主耶稣到很多地方去传福音。他没有特殊或者是特别惊人的表现，他在主耶稣的身边，他学习很多，但是他总是没有这么的耀眼，他就是默默的很安静的做事，他勤劳不懒惰。相信他的名字一定也被主耶稣纪念在天上哦，因为他是主耶稣亲自拣选成为传福音的帮手，蒙受主耶稣的教导，后来受主耶稣的差遣到各处传道。那小雅各呢，跟随在主耶稣的身边，他有3年，他紧紧的跟随主，最后他为传福音的缘故牺牲了生命，为主殉道。小雅各这样
默默的付出，爱主的表现，就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哦。孩子们，主耶稣看重我们，不是我们很会说话，我们很有口才，我们很会传福音，或者是我们很有名气。主耶稣看重的是我们有忠于他，跟随他到底的那个心，那个内心。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服侍、跟随主，或许我们的名字不是被世人所纪念，但是上帝哦，他一定会纪念我们爱他的心，他也会给我们奖赏。能够得到主耶稣的奖赏是最棒的，因为我们忠心服侍他，这个态度会得到他的奖励哦。求主帮助我们在行事为人都能够存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在任何事上也都能学习尽自己该尽的本分，还有责任，做一个讨主喜悦的儿女哦。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小雅各，他总是默默的跟随主，成为一个遵守道的人以外，今天呢，小雅各他又带给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谦卑的态度。你知道谦卑是什么吗？谦卑的表现就是少一点点想到自己，那多一点点去考虑别人。就像我们在添饭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让别人先？或者你在夹菜的时候，你在旁边耐心的等候？还是如果你今天只剩下一颗糖，你先问别人你要不要吃？礼让就是谦卑的行为，谦卑是耶稣的本质，所以他也以谦卑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他过着很平凡，他的童年没有特别不一样，一直到他30岁那年，他才开始传道服事，完成上帝要他为人赎罪的样式。所以我们要像小雅各一样学习主的样式哦，知道吗？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处。有一些人很会画图，有一些人可能很会音乐，那有一些人他就很会运动。那接下来老师要讲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男孩，他叫小琪，他就像小雅各一样很认真做对的事。我们一起来听吧。学校的田径运动日要来了，小琪特别讨厌这个田径运动日，因为他跑不快，也跳不远，又跳不高，也不太会丢球。但是他很厉害的就是他喜欢静静的坐着画画。可是田径运动日就是没有这个画画这个项目。在这一天早上，韩老师就问全班同学，我们今天要做到哪3件重要的事？戴着那个发带卷卷头发的就是珍妮娜。珍妮娜举手说，老师，我知道，第一件事就是尽全力做好。小琪想了想，他也想这么做，可是就算他尽了全力，也比不过别人。这时候短发的娜塔莉他就接着说，第二，我知道要为每一个人加油。有穿着白色上衣的凯文说，那就算他们是最后一名，我们也要为他们加油。这时候穿着红白条纹衣服的就叫巴斯特，他就像以前一样，他总是不先举手，然后就大叫，就算他们表现得很差劲，也要为他们加油吗？因为巴斯特曾经取笑过小琪，他的跑步成绩真的是很差劲。这时候小琪就低着头看着桌子，他刚画完一座有尖楼和尖塔的城堡，正要开始画喷火龙。韩老师就说，没有人会很差劲，所以巴斯特，你应该要为每一个人加油。小琪也打算为每一个人加油，他决定了，我一定要为每一个人加油。韩老师就说，有没有人知道田径运动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小琪想不出来。我觉得我应该要祈祷下一场雨吧。韩老师说，田径运动日啊，最重要的是就是要玩得开心。哦，小琪心里想，至少我可以做到其中2项了诶。到了准备离开教室的时间了。当大家抬起自己的椅子去排队的时候，每一张椅子后面都会粘着一个信封，那个信封就是要用来装比赛赢得的那个丝带。那丝带分成4种颜色，最棒的就是蓝丝带，然后是红丝带，再来是金丝带，最后就是灰丝带。小琪知道，在运动日结束后，他的信箱里面一定是放满灰丝带。小琪在离开教室前，他从桌上赶忙抓起一把彩色笔，就塞进口袋。或许他可以在不必上场比赛的时候，把信封画一画。如果里面装满灰丝带，至少外面还蛮漂亮的，有画了许多图案。就在今天，春天的天气啊，真好，不冷也不热，而且天空是明亮的蓝色，还有几朵蓬松的白云，一点乌云也没有。所以小琪说，今天应该不可能下雨了。紧接着第一场比赛开始了，是800公尺赛跑，要绕着操场跑4圈。首先女生先跑，小琪一边帮他们加油，一边在自己的信封上画城堡，还有龙，还有穿着龟甲的骑士。小琪可以一边认真的加油，一边继续画画。他大喊：珍妮娜加油，莎莉加油，娜塔莉加油。最后珍妮娜赢了，她拿到了1枚蓝丝带。莎莉和娜塔莉比她慢一点，所以拿到红丝带。其他远远落后的女生就拿到金丝带。那最后到达的女生喘着气，涨红脸，差点就哭出来了。他们用走的走完最后一段，当然得到的就是灰丝带。小琪心想，我等一下一定跟他们一样。轮到男生了，小琪听到班上女生在加油，凯文加油！凯文是他们男生中的飞毛腿。巴斯特加油！小琪好像听到娜塔莉大叫：小琪加油！偏偏小琪就是没办法跑得更快，他的肚子好痛，快喘不过气了。跑到终点的时候，小琪喘着气，涨红脸，差点都要哭出来了。最后体育老师拿了灰丝带给小琪，小琪，这是你的。巴斯特跟小琪开玩笑说，你跑得不错嘛，还可以得到灰丝带。轮到跳远的时候，小琪第一次起步太慢，第二次又太快，所以只能得到灰丝带。珍妮娜、娜塔莉和莎莉都拿到蓝丝带，凯文和巴斯特是红丝带。在跳高的时候，小琪根本就跳不起来，他冲到栏杆前就停住了。老师鼓励他，小琪，再试一次吧。小琪奋力冲到栏杆前面，结果又停住了。再试最后一次。小琪奋力的冲到栏杆前面，还是停住了。当然，还是只能拿到灰丝带。在丢垒球比赛的时候，巴斯特他总是能丢得最远，那小琪的球呢，飞得很高，却不够远。
扑通一声就掉到地上，当然就落在灰丝带的范围内。老师宣布中场休息。韩老师发水给大家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坐回到椅子上，然后巴斯特就问小琪：“你拿到几个蓝丝带？”小琪没有回答。珍妮娜就盯着小琪画的信封说：“哇哦，你的信封好漂亮耶，你可以帮我画信封吗？”珍妮娜就对小琪说：“我可以给你1枚蓝丝带。”小琪就拿出彩色笔，开始在珍妮娜的信封上画画。他知道女生喜欢公主，所以画了一座城堡，里面就住着一位公主。那金头发的莎莉说：“可以帮我画信封吗？”珍妮娜就告诉莎莉：“我用蓝丝带请她画的哦。”小琪：“那我也可以给你蓝丝带哦。”接下来是自由参加的比赛项目，有2人3角，有跳绳，有汤匙盛蛋，还有跳跳球比赛。你可以全部参加，当然也可以不参加。所以小琪当然就都不想参加。在参加2人3角比赛的时候，他帮莎莉画了信封；在跳绳比赛的时候，他帮凯文画了信封；在汤匙盛蛋比赛的时候，他帮娜塔莉画信封。巴斯特回到座位喝水，他告诉小琪：“你画的图一点都不差耶。”他拿了1枚蓝丝带给小琪：“你也帮我画画信封吧。”小琪就对着巴斯特笑一笑，巴斯特也对着小琪笑一笑。我要一只巨龙。在跳跳球比赛的时候，小琪就为巴斯特画了一只巨龙。终于比赛结束了，小琪看着自己的信封，哇哦，他有5个蓝丝带耶！他知道这些不能算是田径运动日的蓝丝带，因为这些不是赛跑、跳远，或者是他丢球得到的蓝丝带，而是他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且是对的事得到的蓝丝带。这时候韩老师就发着冰棒给大家，小琪撕开包装袋，舔着冰棒。他觉得今年的田径运动日特别好玩。孩子，故事结束了，你有没有发现小雅各跟小琪他们都存着谦卑的态度，在自己的事上尽力本分和责任，他们努力做一个讨主喜悦的儿女哦。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常常跟你们说，要努力读书，将来才能找到好工作？我也常常和我的小孩说，今天啊，你在学校学了国语、数学、英文这么多的科目，就是为了将来如果你可以应用这些学习啊，你可以把知识还有你的专长发挥出来，你可以帮助自己，你可以帮助你的家人，你也可以帮助教会，甚至你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这些就是谦卑的好行为，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哦。最后有2个问题，我们要留给你跟爸爸妈妈来思考讨论的。我们来看第一个，耶稣拣选小雅各成为门徒时，他看重的是什么？对此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还记得吗？老师刚刚有说，小雅各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但他只手跟随主，他遵守主道。主耶稣看重我们，不是我们很有口才，不是我们很会传福音，是我们对他忠心。你还学习到什么呢？赶快跟爸爸妈妈分享哦。那第2个，我们来看，请同学们想想看，我们在教会中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进行服事工作，才是合神心意？
我们在教会中啊，学习敬拜、服侍跟随主。或许我们的名字不会被世人纪念，但是上帝会纪念我们爱他的心哦。他也会奖赏我们，因为我们是他忠心的仆人。他喜欢我们忠心服侍他的态度。孩子们，等一下记得把这2个题目的心得写在读经本，或者是赖在群组里和老师分享。老师们都很期待收到你们的回应哦。最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虽软弱，但你是刚强的，求你帮助我们，可以靠着你刚强起来。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每周的线上聚会虽然有一点点不方便，有一点点不自由，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终究会赢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会得到健康，得到自由，而再次可以来到教会，跟许许多多的老师跟大家相聚。孩子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咱做来读咱这礼拜的金句，伫希伯来书11章33到35节。遐个人对神肉诚做强，高战勇猛。有人受苦毒的刑罚，是爱得到较好的果活。遐个人对神肉诚做强，高战勇猛。有人受苦毒的刑罚，是爱得到较好的果活。大家平安，咱要做来学习诗篇100篇。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娱乐入伊的院，用娱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娱乐伊的名，着感谢伊，娱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伊的信息到万世代。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玉霞老师，我是永志老师，我是恩华老师。嗨，今天请问永志老师，我们今天是在讲哪一个门徒啊？我们今天讲的是小雅各。对了对了，嘿，在小雅各圣经里面讲的他的事迹是很少的，比如说他彼得啊、约翰都讲了一大堆。那永志老师啊，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小雅各啊？因为他行事非常的低调，他做事都是默默的在做，他都从不炫耀给别人知道。哦，那在我们3个老师当中，二琼老师就很像了嘞。是啊，所以他的行事也都是非常的低调，都默默的在做事，跟小雅各是完全一样的个性。是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题目：耶稣为什么选小雅各成为门徒呢？他看中他哪一点啊？我觉得他行事低调、谦卑顺服。哦，这些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哦。那么我们第二题呢，在教会当中，我们要用怎样的行为模式、怎样的心态来做我们的服事工作呢？我们就是要事先的准备，然后用恭敬谦卑的心来服事我们的主。太棒了！那么好，如果各位同学还有什么题目的时候，欢迎在线上赖我们老师，我们超喜欢跟你一起做一些连结的。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在这疫情的当中，那我们在这个时间有跟每个老师还有在教会主日学这一个线上的视讯，也谢谢你
这当中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我们从今天小雅各的身上看见，不管是如何，我仍然要继续的追随你，默默的跟从你。谢谢你在这当中保守我，带领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